囝出来，出来就是要创啊，出来就叫做参与，接受这个道理，因为教育，所以互伊的家庭会当形成一个叫做道德的家庭，道德的家庭，这个教育，这个思想，这嘛叫做心态，这嘛叫做重点，安尼对啦。所以今日俊杰是一个足优秀的一个讲师，尤其几年前，他们互我来咧辅咱台南市经济项目这点伊嘛真正足投入，嘛足用心，嘛足优秀。所以迄个冠军总会、台南市协会、传习协会，即马咱是台湾市的迄个体育协会，即马搞协会咧办，协会当中伊嘛足严重，咱的时阵这个俊杰，伊过去是咱这个足球协会总干事，所以办了从嘛是人正肯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才。当然今日咱有这因缘，咱邀请伊来甲咱好声，甲咱下晡的这专业演讲，所以呢，咱等一下当中让聆听到伊的这个专业，互我接入伊的时间。最后，祝福咱今日的这个发挥圆满，咱大家身体能健康，一切能顺利。上最重要就是这疫情要应对，安尼啦互咱这个嘴巴，咱若嘴巴起了咱心所讲出来就讲偏去啦，因为闭关遮久这个嘴闭关遮久对不对？若出来当中呢，都无改变无改变就无去对啦好，谢谢各位，谢谢。下个请起立。感谢候选人慈悲前导鞠躬，坤道一鞠躬。是当的陈讲师，然后一等待将下来，欢迎陈讲师委员主持行讲。请陈讲师慈悲前导鞠躬，坤道一鞠躬。讲师好，讲师好，请坐下。父亲人蔡表老师我们领任各位先贤，大家午安。讲师午安。感情欢喜啦今日好水有这个机会，让在咱中原的性能，以各位今天大家咱共产胜利，共产老师，这是好学难得的一个机会啦。首先，咱来感谢上天放到空间，咱做出个好处，师尊师伯因为大家现在台湾台北，然后真的我来医生，真的咱出个结果，而且呢，咱后续还佫再一次呢，甲咱目前咱的副经理在当时呢，身为这个咱艺术性质的艺术长，这个时阵对青少年、对学界大力呢，伊支持、咧栽培。今日后续才有这款的机会，当家己这个讲台来报告咱个人的一个心得各位先生呢，做一个分享。其实毋是好学偌优秀，而是真过者偌用心，伊栽培这个条件。互少年呢，互校前呢有一个学习，一个舞台。自然而然呢，咱安尼花树安尼咧栽，自然而然了，伊就有成长，伊就有成果。相对的，不管伫咱的家庭，不管是咱的子女也好，嘛是爱靠着咱士大人对伊安尼一点一滴安尼咧栽培，这个时势，这个囡仔呢，伊才会会安尼一日一日安尼慢慢成长。那么今日咱后学带来一个题目呢，叫做天道的书信。那么这个天道的书信是咱中心所安排。咱看到天道的书信大概嘛会知影讲，这个天道的书信真好，但是呢，天道的书信呢，好成就真深，真宽，咱或许那个看见呢，在座各位先生呢，在道场当中的道理，
道的属性呢，相信呢，各位先生一定体会比候选的较深而且呢，咱因为下晡时，大家比较精神较袂遐好啦，但是无等甲看起来，大家各位先生的目睭呢，拢非常金啦。咱在开始进前呢，咱先来做一个互动好了。这个互动呢真简单咱看到天道的属性呢，相信咱在道理当中，5当10当甚至呢60当的前线呢，拢有对不对？咱对于天道的属性，一定有个人的体会啦。而且咱或许咧来邀请讲，咱各位先生是毋是有愿意来分享？咱在修班这段时间内底，几十年的时间内底呢，咱对于天道的属性，有先生愿意来分享者，你认为天道的属性伫倒位？咱讲一项就好因为伊太济，咱讲一项就好。有先生愿意来分享？足济，有无？足济，我唔讲。无是歹势吗？咱讲一下咱为什么要来参班，要来听道理？咱认为参班听道理，会当互咱有啥物款的好处？有无？无咯。或许在去伫这个咱林用浅显的，甲咱这人数我差不多差不多但是浅显听到好学咧这个分享大家是举手比上较比就对啦。有无？歹势讲。前头的先生敢有？无哇，你无就，还是困到先生。敢有要来分享的？天道的属性，为什么咱要在道理当中安尼学习？咱个想法咱今仔是礼拜四呢。礼拜四有真济人拢遇到，根本是要要佚佗，对不对？咱为什么爱玩佚佗？为什么要来入班？一定有吸引咱的所在，咱才要来嘛，敢是安尼？为什么要来？听道理真好，会当开启咱的智慧，敢是？是啊这嘛是天道的属性，因为有天道好行，咱才有机会来参班听道理，我就开启咱的智慧。咱个有，咱求着道了，当初咱来讲啊，从此以后，咱会当100岁以后，咱会当安怎？你讲西方极乐世界，咱敢知影？咱求道了，咱敢知？侥幸了事，侥幸了事。知啦可能是咱个太细讲啦。但是咱修道爱活法，修道呢爱活法呢，咱才会快乐，在修道这条路上呢，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安尼来修咱道。咱这个日子，修咱的日子呢，才会欢喜才会欢喜那么天道的属性呢，相信各位先生，咱的体会一定比其他较济。就是讲，可能伫这个时阵，咱东方人台湾人拢较避暑，这嘛是算咱的优点咱的优点。但是对于后辈，对于后辈来讲呢，咱对于少年咱都要甲鼓励，就是就是爱甲伊安尼做一下互动者。你少年才敢继续冲，继续拼，敢是？如果少年人徛着这个讲台，你就互伊惊着安尼后摆咱搁要甲伊鼓励起来，可能就较困难。要紧咱就一个进入咱这个问题。咱这个负责人所讲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啦，疫情的关系，咱台湾会当讲是相对的安全，相对的幸福，因为咱的灾情呢比较较严重，但是在世界各国拢非常非常的严重，相信各位先生拢非常的清楚啦。为什么咱的台湾会当遮尔安全？各位先生，咱较想过？因为咱台湾有太
太侪收入啦。毋是干咱咧一贯道哦，各个宗教伫咧台湾即个土地上有足侪人拢咧收万道。嘛是因为即个缘由呢，所以咧，在咱台湾当中有受到上天的保佑啊。所以咱在即边的疫情当中，咱来看美国，咱来看中国大陆，甚至欧洲，愈侪人佚佗的所在，愈侪人去的所在，即个疫情的严重性愈重啊。但是伫咱台湾，因为人咧讲嘛，因为咱台湾有一个部长叫做啥？叫做陈时中嘛，咱是毋是认真拢定咧讲嘛？爱利落时中安啦，是不理解。爱保守着你个道，敢是？所以因为咱有一个时中的部长，所以呢，嘛甲咱保庇啦，庇佑啦。其实重点是咱每一个台湾有真侪人，拢伫咧受万道，拢伫咧接咱这个。相对啦，在这边的疫情当中，有真侪人失去伊的生命。讲失去伊的生命，咱就来讲，咱人一生当中，咱拢总有一天会去面对着这个问题。100岁以后，100岁以后，有人等到100岁才过往的，有人呢早就少年就已过往嘛。什么时阵要走，无人知啦。如果什么时阵要走，咱会知呢，咱就安怎？咱就带咧等。是，如果大家讲话，咱下暗安怎？哇，咱袂前袂即摆就已经袂食离婚啦，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无常嘛，无常。在世间当中，每一个人拢是毕竟爱经过这个过程。咱人100岁以后，拢会去倒位？各位姐姐，100岁以后要对？要去哪里？西方极乐世界嘛。啊，是，咱甲我都保证讲吼，我若100岁以后就一定会当去西方极乐世界。有信心啦，咱今日拢求道啊，咱100岁以后就是一定会当去西方极乐世界，会当等于离天。对，你一定要有信心。咱一定要有信心。但是，咱今日求到道了，虽然讲主甲咱讲啊，咱今日求到道了，咱毋免去阎君王迄个所在受到伊的审判。免对着四心着道轮回，咱会当往西方回到理天，但是好学要甲咱请教。如果记着道了后，咱若拢无修无读，咱100岁以后，咱会当等去西方极乐世界，可不可以？共款会啦，但是等去迄个所在了，可能无地自容啊。因为去到遐，每一个前辈者拢有功有果嘛，大家拢有行善，布施行功立德啊。但是咱拢无做，咱我一心拢畏畏三做。安尼咱去到迄个所在时，咱自然就歹势啊，对不对？也无咱会畏啊，咱就徛伫壁甲拢徛到歹势。咱就甲老母娘讲话，老母娘嘛，我搁来修好啊，是毋是安尼？但是世俗人也无求着道呢。无记着道了，咱拢知影会去对，会去阎君王迄个所在，阎君王迄个所在，阎罗王啊，去到迄个所在，会面对两个问题，毋是上天堂，就是落地狱，但是还是啥物做义务？听讲地府有一个舞台足大啦，有一个舞台足大，迄个舞台叫做审判台。任何一个人伫世间用受钱的时阵呢，100岁以后去到阎君王迄个所在，只要徛进即个审判台，即个名拍入去即个电脑内底呢，一试落去，伊就将你一生所做的功课呢，全部伫后壁走过一遍。走完了呢，伫即个舞台顶面就出现一个数字，即个数字就是要看咱要上天堂，或者是要落地狱的一个。义务啊，所以有一个人叫做张三啊，伊就用手已经尽啊，用手尽啊，了来到阎君王即个所在，共款的爬上即个审判台，名一拍落去了呢，开始电脑就走落去，这个走一段时间了呢，后壁即个舞台因无出现了一个人啊，敢知？阿婆人啊。这阿婆
再来判定你到底是要上天堂，还是落地狱。但是业务人讲，我做业务人遮久啊，我毋捌拄过你呢。我这是啥物情形啊？敢是电脑歹去啊？所以就叫这个工程师来检查讲伊的电脑，地府的电脑敢有歹，地府的电脑歹去嘛是要叫工程师来好先生。但是世界上电脑若歹嘛是要叫电脑公司来甲咱修理个。地府嘛是同款，地府讲叫咧地府的这个工程师来检查电脑看有故障。工程师一检查了呢，甲验文龙讲，搁个验文龙，咱的电脑无歹啦。我无歹，啥出现了这个灵啊？讲吼是因为张三姐啊，在世当中呢，伊的一生的功课拄啊好拍平，哇，拄啊好拍平，啊拍平到底是要安怎？要上天堂还是要落地狱？各位先生，验文龙即摆互咱做。张三要互伊上天堂，是要互伊落地狱，互伊上天堂的举手一个感觉，哇，一个先生啊，啊，互伊落地狱举手一个感觉，嘛是无人要举手呢，啊无举手就叫伊去对啊，真正互徛敢是？歹决定。咱太有互动了，哦，你有感觉后续就出来咧讲话咯。验文龙讲。袂当我来判定啊！袂当讲哦，因为我验文龙的好，希望呢，你判定一个人伊到底是要上天堂还是落地狱？那安尼的话就无天理啊！但是验文龙讲张三啊，吼，张先生啊，讲张先生，互你家己选好啊，互你家己选啊，你要上天堂还是要落地狱？互你家己选啊。即马张三互咱做。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上天堂的举手一下。哦，上天堂。要下地狱的举手一下。过去有一个菩萨吼，叫做地通菩萨，伊有一句名言讲吼，地狱不通，誓不行。这是菩萨的心肠诶，要自愿落地狱，这款的心肠是无简单诶，吼。但是咱讲我较讲的人嘛，知影讲哦，我要来上天堂，啊，但是张三伊就讲啊，伊讲哦，哇，后遮好康的代志叫我拄着啦。伊讲我细小的时阵哦，有听人讲啦，伊讲货比三家不吃亏啦。天堂地狱我毋捌去过啊，敢是？哦，迄个严文龙讲啊，伊讲哦，讲严文，咱会当参详一下啊。天堂地狱我毋捌去过呢，啊无我敢会当先参观一下。参观了，我再来做决定。严文龙做大方来讲，好啊，互你参观啊。即摆就先去天堂。哇，即摆去到天堂了呢，咱知天堂金碧辉煌啊，哦，听人咧讲拢安尼啊，好像嘛捌去过啊，讲安尼金细细、金闪闪啊，敢是？咱的脑海当中的天堂嘛是生做安尼啊，但是去到天堂拢无人啊。我是安尼，因为即期白羊期三者普渡，哦，天堂的所有的诸佛菩萨拢已经到凡间大方走的，所以天上不劳一辅助，哦，全部拢各种下凡要来大方走的。亲像咱各位先生，咱内底其中有真侪人，就是因过去就是诸佛菩萨伫投胎转世。